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透早邀请卫福部长邱泰源针对健保的议题做专案报告。不过，在野立委拢在问是由署长换做曾成宏接任的问题，因为曾成宏伊伫咧半冬后就要退休啊。外界怀疑换人是因为派系内部咧相斗。对此，卫福部长批回讲，这款讲法是无惊无价。前校署长吴秀梅互人换掉，7月7日开始由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曾成宏接任，互外界解读是派系斗争，拜伊也正做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国民党立委质疑，新任校署长曾成宏过半年就要改领退休，关系个人的重大是安问题，什么难达把关嘞？新的部长在他只有来半年，那未来是有没有在寻找新的人选？也征询了很多各大医学院的院长，药学院院长几乎都被征询，大部分都是拒绝了。另外，今年5月，国内所一大厂英丰化学因为违反药事法停业，地属医疗院所欠输液，部分病院阁因为欠生理盐水。毋是紧急手术就延后开刀，有立委就批评根本原因就是健保给付点数伤过低，无其他厂商愿意生产。若发生重大公安意外，无法度进行医疗处置，恐惊造成国安危机。这是一个国安危机啊！如果今天我们有很重大的公安意外，或是天灾，或是目前大家也很担心我们的这个战略位置很危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生理食盐水，有些配套措施，需要再加强，这个我们一定都去弥补。那也希望医疗院所能够先体谅。郭泰源强调，输液部分除了协调国内其他厂商增加产能，也公布启动专案进口，按算上紧10月恢复国内产量。另外，通信诊疗治疗办法7月开始上路。差不多有247万人受惠，感情8亿基金也用公务预算来执行，有果3年了会到位。记者综合报道。